歡迎你哋瀏覽 Ivy 酒店及旅遊學科嘅課程簡介。相信喺呢個時候，你哋都計劃緊升學㗎啦。如果你哋對酒店、旅遊、康體文娛及運動呢啲課程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你哋繼續留低啊！一般同學喺選擇課程方面，不外乎有4大嘅因素，包括個人興趣、課程嘅專業性、學校嘅設施同埋環境，甚至乎升學嘅銜接同埋出路等等。我哋就住呢4個方面同大家介紹下啦。首先，興趣行先係好多同學喺揀科時候嘅取向嚟嘅。咁我哋嘅學科有3大分流，包括酒店及餐飲、康體文娛及運動，同埋旅遊及會議展覽。唔知呢啲係咪你嘅心水科目呢？咁入學條件都係緊要嘅。2年制嘅高級文憑課程，學生需要考獲中學文憑試5科達2級以上，包括中英文。而1年制嘅基礎課程文憑呢，就只需要完成中6課程就得啦。學科提供基礎課程文憑同埋高級文憑課程2種。要注意嘅係，同學完成咗基礎課程文憑嘅1年課程之後呢，係可以直接銜接高級文憑課程嘅。同學喺2020到21年度嘅學年申請入邊，可以最多申請3個高級文憑課程同埋2個基礎課程文憑嘅。我哋亦都鼓勵同學兩邊嘅課程都申請，以俾自己更大嘅彈性。喺酒店及餐飲方面，學科提供以下嘅課程俾同學去選擇。若然同學嘅興趣係酒店或者餐飲業管理，佢可以選擇 HT114101 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。如果同學嘅興趣比較廣泛，除咗酒店之外，佢亦都中意旅遊同埋康樂，就可以選擇 HT114108國際款待業管理高級文憑。另外，現今嘅社會亦都對智能酒店服務有好高嘅需求喎，所以學科就發展一個新嘅課程，編號 HT114109 國際酒店業管理及智能服務高級文憑。呢個課程可以令到學生喺酒店進行學習、評核同埋實習，獲得知識之餘，亦都同樣有工作嘅經驗。如果同學佢係專注對於葡萄酒或者係飲品商業管理有興趣嘅話咧，佢可以選擇一個由國際廚藝學院提供嘅課程 HT14280 葡萄酒及飲品商業管理高級文憑。喺旅遊及會議展覽方面，如果同學嘅興趣係旅遊同埋會議展覽業方面咧，佢可以選擇 HT114102 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。如果同學對於航空業或者機場營運有濃厚興趣，佢哋就可以選擇 HT114107 機場營運管理高級文憑。如果同學係特別對於主題樂園同埋項目管理係有興趣嘅話咧，佢就可以報讀一個由國際廚藝學院推出嘅高級文憑課程 HT114200 國際主題樂園及項目管理高級文憑啦。如果同學係學校嘅活躍分子，又對康體文娛同埋做運動教練有濃厚嘅興趣，佢可以選擇以下3個課程，包括係 HT114103 康體文娛管理高級文憑。如果佢係對運動行政有興趣，就可以選擇 HT114104 運動行政學高級文憑。如果佢鍾情於做體育嘅教練，就可以選擇 HT114105啦。運動教練高級文憑。所有嘅學科課程都係政府資助課程嚟嘅。頭先提到課程嘅專業性係相當重要嘅，所以學科嘅課程亦都已經獲得海外及本地嘅專業團體去認可，足見我哋課程嘅認受性同埋專業。另外，我哋嘅課程同中學嘅課程最大嘅分別就係互動學習模式啦，鼓勵同學透過專題嘅習作，跳出課室嘅框框去參與行業嘅實習，呢啲都係同學喺行業實習裏邊影翻嚟嘅相，上堂一啲都唔悶㗎。而同學係按照佢所讀嘅科目喺2年嘅課程裏邊係被安排到唔同嘅機構進行實習嘅，從而獲得行業嘅經驗，入邊包括有酒店啦、郵輪公司啦，甚至係康體文娛嘅非牟利機構都有嘅。學科其實十分着重學生嘅國際視野嘅。所以同學其實係有機會參與海外嘅實習嘅，為期數星期到1年不等。
合資格嘅學生必須經由老師嘅推薦，再成功獲得海外公司嘅面試，同埋成功獲得簽證就可以㗎啦。而行業方面包括主題樂園、日本嘅酒店同埋旅行社，同埋法國嘅酒莊同埋酒店等等。而且參與嘅學生亦都有機會獲得職業訓練局嘅學生發展基金嘅贊助，參加海外嘅實習計劃嘅喎。唔知你哋有冇諗過去法國學品酒、意大利學咖啡、奧地利參觀酒店、坐郵輪去沖繩，甚至去澳洲嘅機場實地考察旅遊業呢？學科每年都會安排呢一啲嘅海外交流活動，令到學生可以衝出香港體驗世界。學科嘅高級文憑畢業生出路亦都非常之廣泛嘅，佢哋可以透過 non-JUPAS 去投考本地嘅大學，又或者透過2+1國際化升學階梯去投考 SHAPE 同海外大學合辦嘅學士學位銜接課程，亦都可以入返 DI 嘅學士學位課程，又或者去海外升學嘅。2+1國際化升學階梯亦都係學科嘅一大特色。只要 IVE 同埋 ICI 高級文憑嘅畢業生，佢完成酒店、旅遊、餐飲同埋康體文娛及運動範疇嘅課程，就可以直接銜接2間英國大學同 SHAPE 開辦嘅1年制銜接學士學位課程啦。而且課程亦都經由香港嘅學術評審評定為等同於本地大學，佢哋更加可以申請政府每年32,100蚊嘅學費資助添。如果同學係有興趣去外國升學嘅話，佢可以考慮呢5間院校或者係大學。呢啲嘅大學課程已經同我哋學科簽訂咗課程銜接協議㗎啦。至於學院專業嘅設施都非常之全面嘅喎，讀酒店、餐飲同埋旅遊嘅同學可以喺模擬嘅客房、專業嘅廚房、wine laboratory 同埋餐廳裏邊進行實習嘅。而讀運動或者康體文娛及管理嘅同學，亦都可以喺專業嘅運動設施裏邊進行學習㗎。呢啲嘅設施都位於我哋2個 IVE 分校上邊，同學可以選擇九龍嘅黃克競分校或者柴灣嘅 IVE 分校去上堂嘅。有關報名手續同埋重要日程，你哋可以登入呢個網址瀏覽一下。IVE 嘅畢業生佢哋具有相關嘅行業經驗同埋知識，所以廣受僱主歡迎嘅。所以學科嘅畢業生嘅就業率係接近90%嘅。另外，我哋嘅驕傲就當然係我哋嘅畢業生嘅成功例子啦。呢啲都係喺酒店業、會展業、機場營運或者係康體文娛及運動嘅行業裏邊發光發亮嘅畢業生嚟嘅。最後，我哋歡迎你哋登入我哋嘅網址 hospitality.vtc.edu.hk 或者電話查詢你哋有興趣嘅課程，又或者入嚟我哋嘅 IG。有時間嘅話，亦都可以睇埋呢條短片，係關於我哋嘅畢業生分享嘅。多謝你哋今日嘅瀏覽，再見。